社熊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哦，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，来到本节目咧，挑战5组的题目，过5关，比啊奖金上侪35000，请我你砸2万。3万5。比价哦，你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啦吼。哎，今日这2队哦，拢是咱哦。咱这个家族啊内面吼，上模范的夫妻啦。哎呦，不过哦，阮这边的有较乱淡薄啊。啊，别介绍就乱啊。嘿嘿，阮鹿港来的啦，阮叫做鹿港哦，下下桥啦。吼，啊下下桥是安那下下桥，因为哦足乱的。啊，我请队长来甲咱讲一下啦。可以叫一个。咱的队长义军。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新专辑。是小姐哦，这是谢谢。精卫三碗公，精卫三碗公啦吼，这是咱正姜哦。正姜。今仔我队长我是正姜。正姜嘿。正姜啊，这猪姜啊，这油鸡啊，这根啊。你要介绍恁兜的秘鲁无？总干来人，我来人单水先生啦。是哥哥啦，是。这边到老爷王威的对啊。不，老爷王威佫唔是。登岗。这登岗足可怜，伊今日来吼，正姜一定爱带来。是啊，一定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姜吼，嘛是爱带来。嘛是爱带来。嘿，迄嘛是咱的队员之一。是。嘿，若看到因三个，你就感觉这个画面哦，真好啦。真和谐嘛，和谐哈。是，真好。盖赞呢，盖赞。好，咱先用正姜来讲一下吼，伊的新歌。对，我新歌。精卫三碗公。精卫三碗公，然后是我的新专辑，不过这个嘛是非常的可惜，嘛是甲咱淡水先生合唱。可惜。嘿，恁公司是无人啊？我查甫较少，查甫较少。不，唔是安尼，是因为阮两个默契较好。好，来，个另外一个明显的。大家好，这我的专辑嘛是先送下美食记啊，感谢。这我好姊妹啊，好姊妹啊。这首歌吼嘛是骂这个无情的查甫人啦。哎呦，无情的哎呦。八面玲珑嘛，左右逢源嘛，哦安尼嘿啊，放我家己一个人安尼吼啉酒。不准安尼啦！这个家庭哦，乱就乱伫遮，乱伫感情足好的，对哦，才当安尼乱啦。这会使你我讲来讲去拢无要紧。是，无对，这是大宝吼，啊，这是算讲咱细姨啊，嘿，啊，毋过是足幸福的哦，足幸福的吼，啊嘛是出专辑，咱一定爱甲支持，吼，大宝甲咱细姨啊，吼，嘿，啊，毋过哦，边啊2位就较略啊，淡薄啊。我较无了解是点啊？一个是正姜的哦，不要紧，咱先吼，好落啊，正姜的某查某囝来介绍一下，好不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武，然后我是这2位的查囝。这2位的查囝啦，这2位后母啦。哦，啊嘛是拢真疼啦，真疼啦，嘿，咱看大汉的嘛吼，嘛是拢真疼。好，啊，咱搁刷落去的咧。大家好，我是伟贤，我是新武的。细汉时的囡仔伴，哦，啊嘛是，对啦，嘿，啊嘛是甲当做敢若查某囝共款啦。你熟悉嘛？遮久啊呢？20多年啊。我几岁就几年啊。不过恁那边嘛是真幸福，偌幸福诶。过甲偌好，你知外高煮食，阮这边嘛高煮食，恁这边嘛高煮食。恁这边2台，阮这边嘛2台。对啊，来，咱介绍一下。欢迎一下阮这队叫做后头上阵，阮的队长咪咪。嘿，今日换伊做校长啦。系啊，头一届。出头天啊，出头天啊。可怜的，咱来点点。小女生。对。今日咱想着讲，互伊换你来做队长的咧。系啊，因为家里拢带我的爸爸妈妈来。后头上阵。对，我来，对。一个伙仔来甲恁。这部来奖金，耍游戏，对啦，耍一下游戏，赚一下奖金，赚一下现金啦，沙菜金啦，今日你应该压力足大的。对哦，听讲我的这个台语无啥介好啦，但是来到今仔日咱这个什么专家有机会吼，有机会，哦，有机会哦，地位，而且咱上好的台语出来甲咱拼。介绍者，然后这阮丈我阿梅姐阿米姐啊，阿梅姐啊，是阮你规个咱淡水人嘛，阿梅姐啊，淡水的迄个林长，所以大家那个周末咧，拜六拜日拢爱带规阵人去阿里山啊，吼，就偌大啦，4个去耍安尼，哦，安尼趁进迄林长办活动就对啦，对，啊，人缘爱好嘛，啊，那这边哦，妈妈会带爸爸去无？
袂哩。你爸爸对啦。华哥，我跟你讲一个话，你甲讲，自我介绍一你个自我介绍。拢甲讲出来。啥物不管来，这个讲出来。嘿，华哥来淡。水人拢知啦。来，快呀快呀！你淡水的朋友，你看你后。你莫讲我伤超过哦。你安尼害我就无话通讲啊，唔能讲啥。是啊，无啊，你去钓鱼啊，你有钓鱼的朋友啊？我甲朋友讲，有啊，我钓鱼的朋友足多，我钓足大尾鱼，无钓咧足细尾。拢是钓大的钓小的。来，华哥边仔咧，边仔是我的地虎啊，地虎啊，是。甲都市园有一个妹妹，哦，是。你好，嘿，你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欢迎咱的国文老师陈鸿辉陈老师破车欢迎。家庭讲台语，幸福得趣味。哦，无唔对，家庭内底厝的吼，讲台语嘿，一定爱讲一下台语啦，吼，安尼咱爸爸妈妈嘛会欢喜啊，对唔对？好，要开始比赛啊！来讲台语啊今日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。你来摇。是，啥那叫做我来讲，你来摇咧？因为吼，就是咱这个回合，两边啊派出一个人出来讲。一个人哦讲啥物？讲后边迄个题目，互头前的队友来摇。嘿，互恁演拢不要紧，吼。啊，即摆两队拢准备好啊，啊，毋过是啥人要先咧？我代表。哦，我嘛代表。来替恁讲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好。加多九头抓。哦，我抓，咱这边先哦。好，来，咱派一个人，啥人要出来做？我来。我上惊爬起来这个啦，来，你讲。嘿，来，请开始。几个你？哦，两个你。你是我的什么？看手，看手，健康，健康。哎，两个你，迄个街边生拍物件，你行到生什么？你上爱讲我逐工安尼。几个你？你三个你。哦，健康。迄人啊，要死去时倒咧头家哦，头家来拢会走过什么？健康。几个你？一个桌顶吼，大家一个桌顶啊，囡仔一个桌顶哦，拢袂使甲吵，为什么？几个你？五个你。有啥物哦？囡仔一个桌顶，迄个。健康。来，三个你，迄个这死狗死囡仔，我后边妹妹，你真正是咧。摇把叉。无。陪酒。对你。陪是对的。讲着较过来安怎？六陪。讲着安怎？我在听。嘿。会听。第三个。好，健康。来。两个你，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什么？你转掉。迄个两个你，咱咧食鸡冠，咱参要青色的什么？好，健康。健康哦。迄个两个你，迄个咱囡仔咧佚佗咧耍人会飞无？这足轻的。风吹。足轻的。坐飞机。唔是两厘。蜻蜓。哎，对你咱咧做什么？蜻蜓。骨什么？头。唔是。地。唔是咱种稻啊什么？对啊。嘿。啊，健康。来，几个你？六个你。哦。做。来，三个你。做对啊。啊，我做唔到是有够安那。更小。啊，三个你哦，更小。无，啊，对三个是一个是花，啊，一个是什么？草。什么草？加起来。更小。哦，健康。我你家在无拍的啦，拢无放弃呢，我拢赞，你毕业到的。对，今晚真是咱目前来看吼，上强的，今晚上强的11题哦。哦，11题啦。咱第一个是讲迄个，你讲街边生啥物货？你讲过记得啦，你对啊，迄是迄个啥？迄个伊较特殊啦吼，无字边啊一个形状的身吼，迄个较罕见看，罕看。是咱
迄个台语的正。嘿，到无书店吼，就用这字。啊，过来，细念，迄个细就是细来细去，迄个细。嘿，所以就是并不是迄个咱一般讲碎碎念迄个碎唔对啦吼，就是细来细去的细。对，啊，搁旋少，迄是种夹平的字啦吼。啊，迄字后旋的音，有旋的音，啊，旋少就是旋吼，迄个音安尼。吼，啊，参 A 吼，迄是后腔口差，有的人是参 E， 有的人是参呢，吼，参呢参呢，吼，啊对，啊见小草这哦，险险啊，我心中想要跳出来，我想你唔知讲会出来，讲袂出来。对啊，哎，这是真特殊的吼，好，真高啦吼，要再条。谢谢老师。破，咱就加油啊破！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哦，那艰苦的学员老师，几个字啦？那我帅。好，这个。来2个字，你我若做唔到代志，爱跪啥？贵的，算盘。来，这个。 2个字，我看到我甲伊甲我甲另外一个查某啊啦。秀气，不是。2个字，加套。这个。哦，谢你，我来你交流做看哦，穿足水的安尼，要你白米啊，迄啥？哎，老冰人汤，冰人谢你，这个。哎啊，啊就谢你，啊我你讲啥我都唔知哈？臭人，啊？谢你，多咯。啊，听雷。这个。哦，恁兜是啥？3字。阮兜。迄边。今仔日的队名，今仔日的队名叫啥？队名叫啥？哈？今仔日的队名啊？队名叫啥？你看一下啊。队名。来，来，谢你，啊，囡仔人安尼欢啦，拍阿嬷咧。谢你啦。不是。咱拢会讲囡仔啦。乌甲啥？乌甲龟，哈？乌甲啥？哈？你讲啥？第2个字是世加啥？大。哎，什么大？不对，啊，这个。哦，2个字，啊，我袂晓啦，我会晓拍啊，滑倒，这人是啊，2个字，较大啊。唔对，啊，我袂滑倒啦，我滑倒啦。你讲你滑倒啊2个字。豌豆。我这啥？能力。白菜。啊，叫你拜你拢坏啦。水来这。喙齿。嘿，2个字。啊？喙齿。过来。来，会使拍数。3啊。那边这拍数。拍数后一个。好来，后一个。好来。哦，我来请安尼，哦，叫我们5个字，这个颜色啥？2个颜色。白色色。 5个字。好，你讲一个。你捉起落的，你若迄落。哈？了解啦。时间嘛够啊啦。这色哦，咱就是讲落去，咱就知影。对。不要紧，时间够，来，请回。破哥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哎，破哥，咱今麦得到8题啦。哦，不过我比较正好。系啊。哦，意思嘛拢正迄落下下啦。拍阿嬷。我你行叫跋倒行起来。我讲拍带。哎，不过我听起来哦，这边的题目敢若有的字较困难哦。较歹翻啦。吼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咱来问老师吼。来，老师。啊，其实拄只大部分的字较无，其实颠倒比这组来讲较无台语专用的字呢，拢比较华台共通的啦吼。啊，不过有一个就是你在讲领导，啊，结果是啥物？叫迄个后头厝啦吼。啊，后头厝嘛有人会讲另外一个词嘛吼。嘛有人讲外家啦。应该有听过啦吼。对啊，当然有的人会讲啊，啥哪要讲外哦，安尼敢若足青分的，所以较爱用后头厝这种讲法。啊，其实2种拢有人讲安尼。迄个无大无细，其实这个细嘛有腔口差，吼，有的人是讲细啦吼，所以讲无大无细安尼，吼，嘛有这个讲法。他拄仔迄个破歌有一个拍数，叫做气什么？恰白白，因为看嘛啊，你恰白话音啦，啊，就那亲像形容，敢若迄白啊，迄种鸡丝龙区有无？啊，尖尖的，一支一支安尼，恰白白一个形容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看一下分数好不好？咱先看咱这边老港下桥得到10分。后头咧，后头上站得到8分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咱这边得到5000块啦。不要紧，这第1回合尔。第2回合无？阮第2回合继续甲拼落去，哈。好，
进来去咱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机。哦，来。人讲一个家庭吼，上尾啊后壁迄个手足厉害，就是查某人的看手。对。嘿，这两位拢是真好的看手呢。是啊。顾翁真辛苦顾吼。囝，嘿啦。是啊，毋过。听伊讲话愈辛苦。拄则吼，无，你莫安尼讲，人拄爱山啊迄吼。生了足好个啊，系啊。你甲看，伊安尼一比你就知影。我知啊。山啊，经验比比拢讲。有经验。你拄啊无经验的是咩？无经验，对啊，无这个经验，一直又无。因为咱今日啦吼，是要讲是要问问题。是好，来，咱即摆手放喺另个顶面。好，来。咱请出题。来，我甲恁介绍一个，伊这个台中的新社古堡庄园吼，你咱看到遮有一种吼较无共款的风格，这就是古早吼迄个罗马的一种公主啦。好，来，恁看卖一下吼啊。这就是吼，就适合恁爱翕这种完美照的吼的人，会当来遮翕相啦吼。咱来试看下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罗马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罗马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罗马的台语安怎讲？来。咱请手答，那是照那翻，应该是叫做罗马、罗贝、罗贝。那罗贝好像不太好听，好像是什么罗贝哦。对，罗马。老师是不是罗马？队长拼队长，到底什么人会赢呢？罗马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鼓励。那是照那翻，应该是叫做罗马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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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贝、罗贝、罗马。那罗贝好像不太好听，好像是什么罗贝哦。罗马、罗马，罗马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罗马？对。咱就讲的第1分啦。传下哥哥，几分啊？哦，对。好，这是对迄个意大利的话吼，直接迄个音甲扣来用啦。吼，意大利的话就接近这个罗马吼，这串音啦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咱就直接甲这个外国的地名来音译。吼，这是其中一种咱甲外国的地名、国名、人名吼翻译的其中一个方式。嘿，所以罗马无唔对啦。嘿，阿马是文言音啦。嘿，但对咱这个汉字来讲是文言音，啊，其实就是对迄个原本的迄个音。来甲伊直接接近原因的一个翻译安尼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嘿，不要紧，咱个有哦。加油加油，5题哦，咱即摆都第1位了。好，咱今日换人。是囝婿个查某囝来啊。安尼配嘛，敢怪怪吼。袂咧。袂，年纪拄好，年纪拄好。毋过我即摆最想要问的是，你拄则是安怎讲拍骂意思是？就是无大无细啦吼。哦。哎，直直拍嘛，啊拍了就拍阿妈，就真正无大无细。哦。啊，你一定要拍。哎呀，咱做这个嘛是莫讲安尼拍我妈对无？关意思嘛。啊，为啥袂使拍阿公？我阿公较大啦，阿公较老啦，拢去钓鱼啊。好，手放在另个顶面咯，听我讲，请手答案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 ，Kevin， 请出题。Eu te amo, je t'aime, I love you, yo te amo。哇，听起来有够浪漫的呢。为什么我会讲遐尼啊济我介意你的足济无共款的语言呢？因为吼。来到这就是敢若来到欧洲啦，哦，有够浪漫的啊！我知影要出什么台语题目啊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欧洲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欧洲的台语安怎讲呢？
欧洲的台语哦，欧洲的台语哦，吼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澳洲，澳洲，确定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澳洲？对啊。好，来，又可以得了1分哦，赞。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解释。这个词吼，原本是对迄个希腊语、希腊语吼、希腊语吼的词转来吼。啊，即马大家可能较知影英语的讲法嘛吼。啊，不管是希腊语、英语迄个音哦，其实原本较接近欧罗巴州、欧罗巴这种音啦。啊，所以原本迄个古早的词典有受欧罗巴这个讲法。吼，啊，当然落尾就渐渐，因为拢会简化啦吼，所以就变做缩做干那澳洲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即马平分啦哦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换人。第3位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来加油，手放在另一顶面哦。来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台当试哦。好，加，轻轻啊就好啊。Kevin， 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晚要来找一个人吼，来甲出一个台语题目。来，跟我来，我叫一个少年家。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我是 Kevin。啊你家一个人来啊？没有，我跟女朋友一起来。啊，跟女朋友来啊，足浪漫呢。哦，在。哦，啊你今仔日穿这个花衬衫吼，我感觉真适合来到这个所在呢。系啊，你敢知影花衬衫的台语安怎讲？我不会讲。啊，不要紧，安尼我甲你讲，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好不好？好。来，请问花衬衫的台语安怎讲？请问花衬衫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哦，等下你讲请手答我紧张吼，嘿，花衬衫的台语哦，花衬衫哦，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厉害，这个。花是花嘛，啊衬衫虾子，花虾子，敢是安尼翻过来？哦，因为咱有时唱台语歌的时阵，嘛是嘿，啊这叫唤的，叫唤的啦，我是叫唤叫唤的，答案是花虾子，花虾子，老师对唔对？好，健康。恭喜龙刚哥得了1分哦。妹诶，咱嘟嘟啊，你唱的时阵你要讲啥？赶快啦！花虾子。嘿，这是。可惜啦。阮这年代应该拢知影花虾子。花虾子对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解说哦，吼，来老师。以前有这个写字吼，这个讲法当然是对英语转日语吼，咱吸收来的一个外来语词啦吼。啊，写字，即马有时啊有个人听无吼，啊，所以有个人就讲就讲衫就好啊，嘛免分甲较幼。啊，毋过衫其实是讲义的嘛吼，啥物款衫拢是衫嘛吼。啊，这种型的有这个领，这应该是爱叫做写字是无毋对。嘿，啊，当然有个人加一个啊啦，有讲花啊写字，还是讲花啊衫安尼，就是讲要加一个啊嘛会使吼，啊无加嘛会使，嘿，就是花甲写字安尼斗起来无毋对啦，嘿。咱即马2分，即马1分，加油哦！搁加油就好，好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来，手放在另一顶面，听讲请手答咱台当试哦，哈。好来 ，Kevin， 请出题。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拄则互伊一直伫这个庄园一直行来行去吼，啊，即马有腹肚吼，淡薄仔枵啊。好，恁敢知影我点啥物件呢？来，我甲恁介绍一个。我今日一点的就是这个吼梅干扣肉啦。梅干扣肉就是一个客家吼最经典的一道菜。好，好，安尼我吼先来食看卖哦，来食看有啥物特别的口味。各位观众朋友要来出题目哦，请问梅干菜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梅干菜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梅干菜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抢答。哎呦，好来，这口吧。梅干菜，梅啊生吗？不是，你听到笑声就知影不是啊。几？两粒对不？2粒吗？2粒。捌听过厝的人煮过这个菜无？因兜咧卖啊，因兜有咧卖啊。泡菜，确定吗？泡菜，确定。会甲笋干做伙煮对无？想起来哦。有家乡味哦。想起来哦。所以讲你的答案是泡菜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泡菜？健康。袂歹。好，来，观众。恭喜得到第3分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
解说，因为即马真少囡仔会晓讲这。拢讲梅干菜。对对对，好，来老师。哦，实在真欢喜对遮尔少年的查某囡仔的喙听到这个词吼，有影是足侪少年人唔知影。啊，这当然是对客家吼的这个传统因的做法啦吼来的啊。这个拍吼，咱讲拍落去，这个拍有无吼？啊，因为伊个客家在洗这个菜过程，伊会甲伊放喺干啊、管啊、甕啊内底了，伊会倒壳安尼啦吼。啊，就敢若袂输拍咧安尼，啊，所以有迄个意思安尼吼。啊，咱就用拍菜来讲，啊，毋过嘛有人就是感觉讲，这个拍菜敢若毋是做好理解，所以嘛有人转一个讲，啊叫做迄个福菜，啊是讲伊是底伫甕啊，所以有人讲甕菜，哦，有遮个无共的讲法安尼。嘿，啊，甲少年讲者，这梅干菜就叫做拍菜。哎，爱甲笋瓜当作煮哦。是，安尼甲会宽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会讲到一个拍菜，大家安尼拢想起来吼。以前咱咧有啊玻璃管啊安尼，用煎，嘿，阿嬷安尼硬煎。啊，落尾即马可能因为健康的问题，所以讲，因为咱就买一根安尼，剩下更年嘿，即马大，煮物件较上好食。所以讲，来，咱咧拍菜会当煮鱼啊无？会，哦，足好赞的，足赞的。哦，感觉伊嘛会晓煮哦。会晓煮无？我是袂晓煮，我。讲遮多安尼，会晓食，会晓食啦。我讲鱼啊嘛是甲破布子嘛是。赞。哦，迄放诶真好，这个是会晓食，吼，这个是足高煮。啊，华哥，你个鱼啊钓了，若无人处理才吹我。嘿，啊，你就留个来。嘿，留个来，啊，你鱼啊，若是食袂完，若是钓啊，用青啊，对啊，处理一个。嘿啊，讲到煮的，大家拢足欢喜，即马不都拢摇起来啊吼。嘿，来，嘛是赶快来，手跟迄另个顶面，中金豆通啊食。吼，好，来 ，Kevin， 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来到这个庄园吼，你会当发现讲，这个壁吼，拢有一寡藤蔓一直对这个壁一直咧爬起，一直咧爬起吼。其实这内底吼，嘛是专门咧做葡萄酒的一个所在。吼啊，这个藤蔓吼，会当有互这个所在有一个这种古色古香一个气氛啦。啊，我知影要出什么题目啊？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藤蔓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藤蔓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嘿，藤蔓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华古用这讲出来。顶啊！啊？顶啊！哦，就啊，这简单，顶啊。好，确定哦。来，老师是不是顶啊？顶啊。好啦，来，终于得到第2分哦，厉害！对，咱听，因为顶哦，真罕有人讲哦。对啊。吼，咱听老师安来解说吼。来，老师。主要是吼，你要单独讲这个物件，会当讲顶啊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但是咱一般可能会讲是啥物顶吼，比如讲乌龟啊顶，还是啥物顶安尼啦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有人可能会甲伊当做就是讲啊，迄个酸顶啊，迄就是咧酸顶，所以嘛有人会讲啊，安尼叫做酸顶。不过这个酸其实是动词啦，啊，所以你若要讲名词这个部分，其实讲啥物顶还是顶啊，这是 OK 啦。啊，亲像讲咱有一句台语的俗语叫做“挽瓜求顶”。哦，挽瓜求顶，迄个意思是讲你啊要挽迄个瓜，啊你甲顺迄个顶的方向吼，啊去吹去挽迄个意思，安尼哦啊来表示讲，就是啊照一寡即个现象，还是讲特点吼，要去甲代志的即个啊道理甲伊吹出来，还是讲好清楚安尼意思。哦啊，所以即个瓜啦顶，其实伫咱啊台湾是四季拢有啦，啊毋过就讲要单独讲迄个物件，哦一般较罕啲单独讲。啊，所以顶啊，这是 OK 啦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有啊，以前咱囡仔的时阵啊，顶条甲摕出来，顶条，嘿，就是要拍，就是顶条一定爱摕出来，是。物件拢无，迄个草啊拢无清，你摕了酸顶安尼。嘿，对，酸顶，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回，咱看一下分数。好，来，咱看咱鹿港的呢。咱鹿港的得到3分哦。嘿，啊啦，咱的后头厝呢？后头厝得到2分。哦。所以这回合是鹿港阁得到1万哦。所以加进前的就是15000。15000。哦，来，奖金阁踏起哩啊！愈来愈悬哦。踏愈悬，到尾啊，甲踏甲35000摕转去哦。好，今来咱的第3回合。斗阵拼输赢。
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是，这个回合的奖金是偌济？是2万。2万。嘿所以讲咯，即马哦，咱这边有5位，这边有5位，对无？一定要把这分数摕起来。加油！分数愈悬的人，得通啊，把奖金摕到转去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除了做艺来爱食麻油鸡，台湾人的风俗，阁会伫咧倒一个节日来食物件补身体咧 ？A. 中央节 ，B. 立冬 ，C. 冬节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来。妈妈是。有答案就写起哩哦。系啊系啊，当时啊，阁食物件来补身体哦。立冬节、中央节、中央节。今日有10秒的时间。嘿。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全部拢是写 B。大家敢若拢知影这个答案是啥吼？安尼是上好的啊，对唔对？来，今仔就听阮老母讲一句，立冬补水空。立冬补喙空，这是咱嘛是一个风俗，吼，立冬咱就爱补一下，吼身体可能是什么元气啊啥，伊起来啊。过冬啊嘛。是，啊若这边咱的答案是安尼，啊若这边恁的 B 是安怎嘞？补冬嘛对无？但咱讲实在，即摆迄个少年人，即摆现代人吼，其实迄个营养实在太济啊。咱虽然是补冬，但是咱是爱食较清淡一寡，吼，安尼较健康较好。无唔对，因为即摆囡仔较唔知影是什么话叫做立冬啦。是。好，咱来看者到底是补打一个咧？正确的答案是 B。好，名拢报掉啊！系啊！好，来，咱来听老师来解说。不管是讲立冬补喙空，还是讲补冬补喙空，古早的人因为就是爱到一碗年仔节啊，才有通好较有迄个澎湃油炒吼，通好食啦。所以以早就有这种风俗，吼嘛是拄啊好讲若迄个差不多是新历的11月初啦，吼开始感觉讲会寒，所以食较少的像麻油鸡酒啊，还是讲补什么货用素不辣啦、八丁啦、十全等等啊，吼所以就留这个讲爱立冬，还是讲补冬补喙空安尼讲法，对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嘿啦，补咧吼，骹手较袂遐黏，是，真好，恭喜大家吼，拢有分数啊，拢换落来哦，啊，搁刷落去哦。请帮我试后一题。来，试后条。来，咱后一题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台语有一句俗话伫咧讲，鸟家来，刺家去，请问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侥幸钱留袂掉。B 一个当机一个倒头 ，C 软土深骨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，请开始哦，来。哦，鸟家来，刺家去。阮遐着鸟家来，厝家去。是，嘿，嘛是家乡音嘛吼。对，厝家去。啊，到底是啥物音会咧？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。哎呦，你演哪？看起来大家拢无确定咧。来，这边。好，啦，开个哦。哎呦，开始咧试啊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。好，这嘛真紧张诶，真正，大家安尼呢？咱要安怎？咱就甲因谢啊，咱钱留起来。不要紧，我来问一下。好。对啊，你先啊，选 A。啊，鸟仔甲你加来，鸟出佫甲你加去，这钱等于讲来佫又走啦，嘿啊，佫走去啊。来一时啊，佫就去都无去啊。是这个意思。就是摕袂，嘿，捞袂掉啦，捞袂掉啦。是。因为迄个迄种软土深骨，基本上鸟甲
甲鸟鼠甲两头真久无什么关系啦。啊，一个当机伫倒头，当机甲倒头真两个真巴，啊鸟甲鸟鼠佫袂下，那有啊。哦，无共款哦，有影呢吼。独立哦，吼，来，我要听阮华哥讲。华哥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挑用钱失得了啊！系咯。哦，用钱失得了。哎，阮妹啊讲话啊啦，阮妹啊讲话啊啦。应该是安尼啦，因为留袂调嘛，留袂调。是，好，啊，大家听起来拢应该，这道理敢拢嘿啊，挑用钱失得了，搁一句呢。嘿，挑用钱失得了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了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好，命拢搁留着啊！拢留落来，嘿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啊，毋过拄拄啊应该水吼，我唔知影老师会认同我无？哦，来，老师。嘿，咱这其实俗语有写吼，会有无啥共款的看法解说，所以有可能伫这个所在是安尼意思解说，另外一个所在无一定共款意思解说。吼，啊像这句当然会当讲啊鸟啊加入来，到底鸟是毋是去偷加的呢？啊鸟鼠是毋是去偷偷啊去甲加走呢？吼，有的人是用讲，啊两个拢平平，就是毋是足好的方法去得到的，啊所以就是紧真紧来嘛，真紧去安尼，有的人安尼解说，但是嘛有的人会讲。毋是哦，啊，这个鸟加来，啊，有的人就甲鸟鼠当做讲啊啦，贼啦，吼，的迄种形容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辛苦赚的，啊，结果可能是开除无应该开，还是讲怎损失了去，吼，这种解说嘛有啦，嘿，啊，当然以咱三个选项来讲，是第一个较有迄个下这个意思安尼，是，好，谢谢老师，第一道哦，咱安尼。出两题啊，10个人拢话的，无简单，无简单，要拼，要拼。要拼哦，继续。好，来上的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的地名真有意思，啊，恁敢知影南投这个地号名由来是什么 ？A， 伊是平埔族的社名 ；B， 以早种真济南投树 ；C， 古早时阵往南部真恶通过的所在。是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有答案就试落去哦。南投哦，是咱平埔族的名，也是种真济南投树啊，也是讲这个所在真恶通过啦，真歹通过啦，嘿。我知道，那几首是三个。加油加油哦！剩5秒，4、3、2、1，请起答。来，梅姐啊。梅姐还未起，请起落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有 A C C A A， 吼，啊这边是 C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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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你啥人感觉是？规定，你啥人感觉是 A？ 较早原住民来拢是先为山顶迄边过。哦，嘿，所以甲这种平埔族较有关系。哦，我感觉因为南投听起来较困难的感觉，所以该是。较歹过，真歹通过啦，困难难对啊，因为一定山顶嘛，所以若较简单就说干岛，是安尼吗？台湾吼，足多旧地名拢是虾米写来号这个旧地名，对啊，所以我是较会想到平埔族。你讲南部困难，南投困难通过，啊，倒位无困难？倒位困难，倒位过，倒位有实力，倒位过嘛，都是人行出来，对吧？路山顶真多，对啦。南投大家拢去过，你敢知影伊的故事咧？嘿，我都唔知啊。是哥哥，你感觉？我感觉伊在咱其实咱台湾吼，足多旧地名拢是以一寡迄个什么写来号这个旧地名。对啊，所以我是较会想到平埔族。平埔族这，亲像武侠安尼。对。破，你啥那选 A？ 你比无可能嘛，以前树仔拢免种的啦，规定的啦，哦，对无？规定的就根本嘛免种嘛，对无？啊，你讲南部困难，南投困难通过，啊，倒位无困难，倒位困难倒位过，倒位有实力倒位过嘛，对无？人都说话，路是人行出来，
路是人行出来，对不？路山顶真济，对啦，是人写的，路咧是人行出来。但是路是人行出来。无唔对，路真正若是有需要讲过来找伊。对，路是人行出来。是，后来毛 A 毛，就是无 B 尔啦，A 甲 C 啦，正确的答案是啥咧？咱来看者，正确的答案是。B A， 我材料讲 B A 啦 ，A。好来，咱 C 的生肖，来 C 的生肖，哦，咱才有3条命。3条命。咱这边有4条命。哦。好来，老师解释一个。以早有真侪地名，确实是这个原住民族群吼的发音去转的啦吼。啊，唔过呢，这个原住民唔是山地山内底吼，唔是哦，唔是山内到底原住民是平地的原住民。也就是讲以早是四国拢是各种无共族的平地原住民，伫无共咱即摆讲县市啦吼。啊，南投这个所在呢是一种族群叫做凤雅吼，凤雅这个平地原住民族群吼，啊是算对凤雅迄个族语其中类似南投吼这款的音啦吼去转的，啊则用南投来讲，就亲像北投其实共款嘛是这个原住民族群的音去转的，只是无共族的，北投这是。其他个咱这个族，咱这个南投这是凤雅这个族的，是，所以是对这个平埔族的这个音来的。好，来，咱个小落去，过来一题哦。后一题，好来，小好哦。加油哦，2万哦。有可能平盘哦。4个对3个哦。嘿，咱加油哦。加油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拜拜入庙门的时阵吼，面对门爱对正边入去，对倒边出来，是为虾米呢 ？A. 倒边入去是代表入虎口行冲煞 ；B. 正边为准，代表尊敬神明 ；C. 顺应地球，主场逆时钟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请开始哦。A、B、C 哦。这鹿港有庙，应该是若住在庙边啊，就应该拢知。哦，有咧拜。啊，这梅有拜拜无？哦，这梅的妈妈应该会拢知这道理哦。是。5、4、倒边入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停，来，恁的答案。来，咱来看者。哦 ，A， 真厉害哦，吼，啊，这边嘛是 A， 哦，嘿，拢是 A，嘿，啊，但是正确的是啥我都唔知，啊，不过我来问一下吼，君呢，倒边入去就是会入去迄个户口冲着迄个冲刷。入去户口啦。入去户口，行冲着。户门甲龙门。你刚你甲讲，我无，因为我即摆专心咧看这题目时，我袂记伊爱搞误记啊。哎呀，误记，哎呦。用心咧看这题目时，我袂记搞误记这件代志啊。是，所以我选 A， 就是倒边啊入去时，就是会入去迄个会冲着迄个会去冲刷着。哦，虎口。嘛是有道理呢，吼，啊。你有要补充的无？倒这边就是龙门啊，迄个虎门嘛，啊这这边龙门。对，这是 A。连龙门都讲出来。无唔对，这是同款的吼。好来，咱这边嘛是有4票哦。咱华哥因为华哥该有票啦，伊是票讲过。不是，有啲股票啦。哦，股票啦，股票。来，华哥，你甲你的这落啊，理由讲出来。对。容易破容易破出啊。容易破出。哦。这简单哦，这是种尊敬啦，是对神的尊敬，因为咱要入去庙门大部分拢是为龙门入去，拜拜了为虎门出来。是，来，咱看一下哦。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3票，这边4票啦。哎呦，别安怎，不要紧，咱等下解决。先请老师来解说一下。来，老师，面对门爱对正边，这意思是咱拢知影讲倒边所谓的青龙正边白虎，这是以庙本身的方向来讲嘛，所以就拄好甲人的方向倒边有无？
所以这条的这个机关伫遮。是爱看清楚的地方。对。是，老师谢谢。啊，不过吼，咱这个回合就是安尼啦。票数多吼，咱就通啊摕奖金啦。是，不要紧，咱先看一下分数吼。来，咱看咱鹿港这边。鹿港这边剩3条命。哦，真高哦。好，咱后头厝呢？这边得到4条命。哦，4条命，所以讲因是较分数较悬哦。因的奖金是偌济？摕到这回合2万块。啊，佫有进前的咧。哦，进前的是这边15000块。哦，还感谢恁替阮省钱。好，2万块会当摕倒转去无？唔知呢。好，今日呢，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嘿，摕奖金。游台湾是，咱这届要去游倒位咧？哦，咱这个题目吼，这回合足趣味的，咱就摕迄个风景的相片。风景的相片。嘿，请你甲阮讲出这个是迄个所在什么景点？嘿，啊，咱即马奖金是2万块。2万块，所以讲咱这个回合是用秒数来摕奖金的。是，所以因有20秒。有20秒，安尼上少哈，啊，咱甲送伊30秒好无？50秒哦，哎，50秒哦。好，啊，咱来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第一位是啥人？来摆做一个头来，头前第一个，后边摆落，嘿嘿，来摆落，讲完就紧的啦，啊，长啊，好，上个拢不要紧啦，讲我听，较大声，好来来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这宜兰头城是什么所在？龟山岛。好，正确来，这是新北市哦。BN。好，好啦，动作你对来了。青鱼皮哦。系对，什么所在？2万块的奖金，这个家庭敢会当全部提走咧？请问这宜兰头城是什么所在？龟山岛。好，正确来，这是新北市哦。BN。好，好啦，动作你对来了。青鱼皮哦。系对，什么所在？相信没有酒红。哦，对，这个，过来，这是宜兰大溪所谓这八山就有名。哇，嘿，什么抹茶山，抹地山。抹什么？好，这个过来，这是台东的一个。咖啡屋。好，正确。有看出咱的生意啊！对，咱的生意来，这太多人送出去啦。哇，嘿，有够紧的。不要紧，咱先听老师来解释哈。来，老师。阿姨，咱这发音有足侪有问题呢。他拄啊制作人有讲，讲发音无要紧，嘿。发音问题就交互你啦。对啦，今日甲奖金送出去啦。安尼，咱宜兰这个叫做啥？龟山岛啦，这大家较知影啦吼。他讲龟山岛。啊，过来就是讲有迄个叫做什么岩吼，迄岩石，迄个吼，枪的片，迄个就枪片岩，还是枪片岩，吼，岩甲岩拢会使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就是下面我较知影吼。啊，另外迄个就是外来语问题要安怎讲啦，就是所谓的抹茶到底要安怎讲，吼。啊，即摆因为共款这较新的物件有几啊种讲法啦，吼，有的人会讲啊啦，因为迄是用硬的，所以有人讲硬茶啦，硬茶。啊嘛有人就直接读迄个音讲抹茶啦，啊有的人讲迄日语词吼，啊所以就抹茶安尼来讲啦，吼用迄个日语的音来讲嘛有啦，啊嘛有人是倒变哦，就是甲茶放伫头前，啊讲茶抹，也是茶抹吼，这种茶抹这个讲法嘛是有啦，嘿，好啊，以上这个地名大家吼爱记一啦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你甲看，阮制作人偌用心嘞，因为啊来大家看到这紧张拢唔知影讲，所以讲阮就种轻松的方式，放大家放练，吼，啊来甲这念出来，啊若后抓来就可能会较严哦。好，来咱即摆看奖金偌济，咱即摆剩22秒，所以2万块拢摕到咯。恭喜！好，2万块，咱即摆紧来去颁奖，来颁奖！恭喜你的2万块！
咱的顾问老师。感谢咱的陈宏伟陈老师辛苦咯。社会讲台语，全家有智慧。来哟，全家有智慧。斗阵拼得意。嘿，互你大家拢欢喜。再会。再见。谢谢咪咪。谢谢哥哥。感谢阿夫妻啊，感谢华哥。老师谢谢。谢谢。谢谢你。谢谢堂姐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妹妹，谢谢两位妹妹。你若万事拢照通，寂寞的话哪会这么讲？看袂透女人的心地，总是来去匆匆。我要信你藏心中，将心比心就爱第一个。相爱容易相自然，有缘有价才会做红某。人生难有缘，才会来困共谱。一生。